一個係開創大漢400年基業嘅漢太祖高皇帝，一個係奮鬥一世都只能偏安一隅嘅漢昭烈帝，一個係統一天下，一個係三分天下有其一。中間嘅差距係肉眼睇得到嘅客觀事實。首先，我哋要講最避唔開嘅一點，就係軍事能力。好多人睇三國，睇嘅係計謀、舌戰群儒、宅心仁厚，但實際上喺冷兵器時代，尤其係打天下嘅階段，你想做大佬，想嗰班囂張跋扈嘅軍閥服你，首先你要打得。我哋嚟睇下劉邦點打仗。好多人受民間傳說影響，覺得劉邦就係個市井之徒，靠韓信打仗，靠張良、陳平出計。呢個真係天大誤解。劉邦唔止打得，而且係嗰個時代頂級咁打得。劉邦剛起兵時，手上有乜嘢？3000烏合之眾咋，連正經兵器都唔夠用。佢首先打嘅係佢老上司秦國試水郡嘅郡監同郡守，帶領嘅係秦國正規軍，係正正式式嘅郡國才官。結果劉邦連破郡監同郡守，跟手仲遇上噩耗，就係佢最信嘅雍齒帶住佢1/3嘅地盤叛變。呢個開局話係地獄難度都唔誇張，換做一般人可能已經崩咗。但劉邦點做？佢好快調整狀態，復攻胡陵、取之，再打方輿。就算過程中被魏國偷襲後方，佢依然可以迅速拉起大支人馬，甚至到後來公認好打得嘅章邯，喺劉邦還定3秦期間同劉邦交手4-5次，一次都冇贏過劉邦。由東阿一路打到費丘，可以話係從頭被劉邦打到尾。你試諗下，如果劉備有呢種本事，可以將袁術或者呂布打到趴街，徐州嗰啲麻煩事仲會發生咩？再講遠啲，西征滅秦呢件大事，交俾劉備玩唔玩得開？當時力宜機勸劉邦時講得好白，你嗰班唔夠萬人嘅雜牌軍想去打關中，係送羊入虎口。結果劉邦就帶住呢班人行4000里西征，一路打咗20幾場硬仗，真係殺入關中，滅咗秦。呢個時候實有人話劉邦係執死雞，係項羽喺前面頂住秦軍主力。唔好講笑啦，項羽係幾咁狂傲嘅人，如果覺得劉邦係執便宜，佢點會忍？項伯同項羽講，沛公唔先破關中，恭喜咁入庫。項羽聽完仲覺得有道理，就承諾唔攻擊劉邦。咁代表咩？代表喺項羽眼裏，劉邦嘅功勞係實打實嘅，連呢位西楚霸王都唔敢唔認，更唔使講之後嘅楚漢大戰。對劉備呢種體諒嘅軍閥嚟講，呢啲真係超晒班嘅嘢。劉敬後來同劉邦回顧嘅時候講，嗰幾年係大戰70，小戰40，打到天下百姓肝腦塗地。劉邦自己身披重創12處，其中俾箭射穿嘅就有4處。最經典嘅一次，項羽埋伏公老手，一箭正中劉邦心口。如果換做普通統帥，估計當時軍心早已打亂。劉邦係點做嘅？佢忍住劇痛，摸住隻腳話：呢個老賊射中我腳趾。跟住為咗穩定軍心，張良死勸佢起身勞軍。呢位身受重傷嘅皇帝硬係頂住秦氏軍營。點解？因為將士知道只有劉邦生勾勾，只有劉邦帶住佢哋先會贏。呢種統帥威望同信念係從一場場血戰裏面打出嚟嘅。劉邦嘅軍事生涯只有14年，俾佢親征滅咗嘅政權就有10個。群臣俾佢賞嘅諡號係高，漢高祖呢個含金量真係堅。同呢位高皇帝比，劉備嘅軍事水平雖然唔算差，但喺同期嘅曹操面前，明顯係輸蝕一截。有個好經典嘅畫面，特別可以說明問題。劉備之前吹牛話曹操呢個老賊，就算我淨係帶百幾人，我都唔驚佢。如果佢自己嚟，我就唔知點算啦。點知下一秒聽講曹操真係殺到，劉備大驚，連燒緊嘅火炬都未熄，自己帶住幾十騎出去望一眼，見到人哋升旗拜日，即刻棄關而逃。呢種心理素質同嗰個中咗一箭仲可以談笑風生嘅漢太祖比，確實差咗啲火候。三國志作者陳壽嘅評價都好精準，機權幹略，不敵魏武，是以機與易合，即係話喺機變權謀同才幹方略上，劉備都唔夠魏武帝曹操嚟，所以佢建立嘅基業版圖亦都相對細。第二個原因，我哋要講下時代嘅變遷。
同呢個變遷帶嚟嘅政治遊戲規則嘅改變，好多人中意搞關公戰秦瓊，覺得將劉邦穿越到三國都可以橫掃千軍。其實冇咁簡單。秦末同漢末雖然都係亂世，但底層邏輯已經完全唔同。秦末嘅主要矛盾係乜？係秦朝暴政下，官吏階層企喺所有人嘅對立面，六國舊貴族、平民百姓，大家目標一致，推翻秦朝。而且秦朝倒台之後，有巨大嘅存量利益釋放出嚟。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，秦民大喜。點解會得？因為之前壓喺大家頭上座山，有人搬走咗，個個都有得益。但到漢末就唔同啦。東漢末年嘅主要矛盾係世家大族、地方豪族同底層百姓嘅矛盾，最後演變成軍閥之間嘅兼併戰爭。呢個時候，社會資源已經高度集中喺各大世家豪族手裏。譬如劉璋，佢就係典型嘅依附益州本土豪族先維持到統治嘅保鏢角色。劉備任蜀面臨嘅係乜嘢？係一啲存量利益都冇。你想攞地，就要從世家嘴入面搶嘢食；你想用人，就要豪族讓位。呢啲唔係發篇下文，嗌兩句口號就可以解決。所以劉備入蜀一定要流血，一定要清算劉璋背後嗰班豪族勢力。呢個注定係漫長而且痛苦嘅過程。就咁樣導致劉備同劉邦有另一個致命差異，就係政治手段嘅失靈。劉邦當年係點打天下嘅？佢有一套絕招，叫做畫大餅搞分封。佢可以封韓信做齊王，另一個韓信做韓王，彭越做梁王，莊圖做燕王，英布做九江王，個個都有自己嘅江山。大家一聽，覺得呢單交易好着數，搏命幫佢打項羽。等到項羽滅咗，天下太平，劉邦反手就將呢班異姓王逐個收拾。呢招點樣？高明啩，但副作用亦都好大，就係令到呢招喺後世直接臭晒。到咗三國時期，嗰班有兵權、有地盤嘅軍閥，邊個唔係將韓信、彭越、英布嘅故事讀咗800次？佢哋心入面清清楚楚，所謂許諾封王，只不過係一張現實體驗卡，真係要拎條命去搏，最後死咗都唔知點解。劉備慘就慘喺呢度，佢起點太低，冇家族勢力，早期淨係靠2個結拜兄弟，嗰啲係情分，唔係血緣政治。後來吸納嘅人來源五花八門，有啲係其他集團失敗走出嚟，有啲係半路投靠。呢種團隊睇落理想主義，其實四面流風。劉邦當年可以搞聯軍，可以令彭越、英布配合圍攻項羽。去到劉備呢邊，孫權就係個活生生嘅反面教材。你叫佢配合北伐，佢唔單止唔配合，仲趁機搞白衣渡江。點解？因為孫權知道呢個年頭手上有地盤先係真嘅，嗰種天下共主嘅大義喺實實在在嘅利益同生存恐懼面前，脆弱到好似紙一樣。就係因為咁，我先話時代變咗。秦末係打暗牌，仲有偷雞嘅機會；三國係打明牌，大家已經攤開晒，就係比邊個牌多，邊個體量大。喺呢方面，劉備手裏嗰副牌確實冇得同曹魏嗰個龐大嘅家族集團比。好啦，前面我哋分析咗2個人嘅軍事能力差異、政治環境唔同、社會變遷。咁第4點，我哋要從個人性格導致嘅決策風格上揾原因。劉邦係心理極之健康嘅完美人，佢做決策嗰陣可以將自己嘅感情、道德包袱剝得乾乾淨淨，極之理性，極之功利。為咗勝利，為咗大局，佢可以唔要面，可以忍辱負重，可以犧牲任何人，只要唔犧牲自己就得。但劉備唔得。劉備呢個人最大嘅優點係仁義，係有人情味。但喺嗰種你死我活嘅爭天下遊戲裏面，呢樣嘢就變成佢嘅軟肋，變成佢嘅道德包袱。等我哋睇下幾個關鍵節點嘅對比。第一，我哋睇《三國演義》電視劇，因為劇情連貫同細節忽略，好多時間流逝，令人難以察覺。但你知道劉備喺荊州劉表身邊留咗幾耐嗎？劉備不敵曹操，投奔劉表，一直到建安13年。喺新野足足留咗7年。7年係乜嘢概念？劉邦公元前209年起兵，到公元前202年已經幫項羽搞完法事，再過7年，即係公元前195年，
劉邦自己都要準備辦後事，7年時間夠劉邦將天下打一圈，2個7年，劉邦已經可以喺天下打2個來回。呢個仲未計到劉表死嗰陣，諸葛亮當時講得好清楚，叫劉備趁機攞晒成個荊州。呢個係千載難逢嘅機會，只要攞到荊州，就冇之後借荊州失荊州嘅事。結果劉備點講？佢話劉表對我唔錯，我唔忍心，就係咁一猶豫，曹操大軍南下，一切都已經太遲。如果係劉邦喺度，佢肯定唔會猶豫，估計連劉表斷氣前1秒都喺度講條件，人一走即刻接管荊州。第二係入川嘅時候，公元211年，劉備入蜀，按照劉邦嘅性格，呢件事可以辦得更快。喺涪城會盟嘅時候，佢可以直接綁咗劉璋，當面數佢嘅罪過，不臣於王，私造魚脯，勾結曹操，然後即刻全繳定成都，跟手直接出兵打漢中，咁就唔使同曹操再喺漢中苦戰啦。但劉備係點做嘅？佢用咗足足3年時間同劉璋喺益州打內戰，將天府之國打到益州疲憊，本來可以閃電戰解決嘅問題，硬係搞成消耗戰。而且喺呢個過程當中，因為當斷不斷，連內應張寵都賠埋進去，軍師龐統亦就咁草率犧牲。最要命嘅係時間一拖，曹操嗰邊反應過嚟，曹操利用呢個時間差迅速平定關中，轉頭就攞咗漢中。等到劉備好不容易消化完劉璋，轉頭一睇，漢中已經係曹操嘅囊中物，呢步一慢就步步慢，唯有同曹操喺漢中苦戰。如果當初直接唔要面，莫講話漢中，連關中都有可能攞到。之後喺同曹魏對峙，仲邊使之後6出祁山，9伐中原。第3亦係爭議最大嘅，就係丟失徐州之後嘅操作，同後來嘅夷陵之戰。劉備丟徐州嗰次真係令人血壓飆升啊！當時佢截殺袁術，按理應該堅壁清野，俾曹操製造麻煩，幫袁紹拖時間。結果你估點？曹操一到，劉備直接被打到丟盔棄甲，連人帶地全部丟俾曹操。史書上仲喺度講話袁紹因為個仔病咗，所以唔出兵。但呢個可以怪袁紹咩？劉備一世失敗逃命嘅次數雖然多，但我個人覺得其實都情有可原。我本人亦都好敬重超烈帝，就係呢次實在係太狼狽，比夷陵嗰次更加丟架。至於夷陵之戰，我哋拋開感情，純粹從政治理性角度睇，作為一國之君，為咗幫義弟關羽報仇，傾盡舉國之力，發動一場國運之戰。喺劉邦嗰度，絕對唔會發生。劉邦會和親，會忍辱，會為咗大局將個女送去匈奴，佢絕對唔會為咗個人恩義就將國家前途倒落去。但劉備必須打，因為佢嘅人設係仁義，視兄弟如手足。佢唔打，兄弟會心寒；佢打，國家就大禍。呢個大概就係性格決定命運嘅悲劇宿命。劉備呢種迷茫同猶豫，其實貫穿咗佢成世。佢成日等一個萬全之策，等一個符合道德標準嘅機會。但喺亂世，機會從來都唔完美，機會只會一閃即逝。而劉邦就一個字：快。從元年起兵到2年入關，滅秦3年唔使就完成。而劉備呢，成世人都喺度趕路，但永遠慢半拍。陳壽話佢機權幹略，不逮魏武，講白啲就係反應慢，唔夠狠，唔夠毒。點解會咁慢？我哋不得不提人才密度同情報系統嘅差距。講出嚟可能有點欺負人，但事實就係事實。劉邦個草台班子搭得極早，極密實。蕭何、周勃、樊噲呢班老兄弟喺佢仲做亭長嗰陣就一齊玩，呢種信任度係鐵打嘅。後來佢又遇到夏侯嬰、張良、韓信、陳平呢類難得嘅人才。最緊要係劉邦有一種近乎妖異嘅識人能力。張良同其他人講戰略，冇人聽得明，劉邦一聽就明，明咗即刻就用。再睇劉備，睇下佢嘅時間線。劉備顛沛流離20年，大部分時間身邊淨得關、張、趙、糜竺幾個人。關張雖然係萬人敵，但搞內政、搞戰略規劃，真唔係佢哋強項。劉備真正得到一個可以幫佢通盤考慮嘅頂級大腦，諸葛亮，已經係207年。嗰陣係幾時？曹操已經統一北方，孫權喺江東坐穩江山，
劉備先至攞到入場券。呢個真係喺錯誤嘅時間遇到對嘅人。如果徐庶當年可以多留幾年，或者諸葛亮早生10年20年，局面就完全唔同。劉備前期嗰種四肢發達、頭腦簡單嘅狀態，睇見都令人急。蔡瑁擺個鴻門宴，幾兄弟仲要喺度估半日，差距實在太明顯。再講情報，劉邦真係開全圖。項羽喺軍帳同虞姬傾乜，劉邦可能都知道。秦朝糧倉喺邊，軍械庫喺邊，銅礦喺邊，劉邦一清二楚。佢有蕭何、陳平呢種搞情報嘅祖師爺，又有叔孫通、張蒼呢啲專業人才幫佢搞後勤定制度。劉備呢？關羽喺荊州，呂蒙嗰邊大軍壓境，已經喺度做戲，呢邊居然一啲防備都冇，最後被背刺到乾乾淨淨。咁代表咩？代表情報系統全面落後。你唔知對手做緊乜，就等同裸奔。試問呢場仗點打呢？最後總結一下劉邦、劉備嘅根本性差異。點解劉邦得，劉備唔得？第一，硬實力。劉邦本身已經係嗰個時代最打得嘅幾個人之一，除咗項羽、韓信，佢邊個都唔驚。劉備喺三國呢個群組入面，軍事水平排入前10都難，打天下拳頭唔硬，講嘢就冇底氣。第二，對大勢嘅判斷。劉邦對大義嘅把控係教科書級別，為義帝發喪可以煽動全部諸侯入關中約法3章，即刻收復民心。佢太知道老百姓要乜，太知道點利用輿論。劉備雖然有皇叔個名頭，但實際操作上成日因為道德包袱而放唔開手腳，冇佔到乜嘢大義着數，反而處處受制。第三，格局同狠勁。劉邦為咗勝利，可以分封2姓王，可以將關東之地分俾韓信、彭越，只要贏到，利益可以分。劉備只能夠同孫權喺荊南嗰啲地方爭嚟爭去，5萬人共費遊行，一無所獲，結果俾曹操執咗個尾彩，攞咗關中。呢個就係格局，一個睇緊成個天下棋盤，一個只係眼盯局部得失。第四，亦係最緊要嘅一點，階級屬性同歷史嘅惡意。劉備面對嘅敵人唔單止係曹操、孫權，仲有嗰個已經固化、傲慢嘅氏族階級。孫權點解咁憎劉備？點解一定要背刺？因為劉備係積極反李之徒，係草根逆襲嘅代表。喺孫權呢種舊貴族眼裏，劉備呢種人點配同佢平起平坐？點配稱帝？後來夷陵之後，孫權顯示求和，提出嘅條件就包括雙方不稱帝，以王相稱。喺孫權呢種人眼入面，就算貴，都係貴俾曹操呢種官宦出身嘅權貴，而唔係你劉備呢個積極反李嘅。佢寧可讓出襄樊俾曹魏，接受曹丕嘅大魏吳王，都唔可以容忍劉備坐大。呢個就係寧與友邦，不與家奴嘅心理作祟。劉備面對嘅呢種惡意，係劉邦嗰陣冇遇過嘅。秦末大家都起於草莽，邊個比邊個高貴，但去到漢末，階級壁壘已經高到攀唔上。呢個係咪天命？劉備行嘅每一步，其實喺佢嗰個道德框架下，都已經係最優諧。佢堅持仁義，堅持理想，令佢團結到群眾，令佢有最堅硬嘅團隊。但喺嗰個特定時代，喺舊勢力反撲下，喺軍事、政治、情報全方位劣勢下，佢每一條通往勝利嘅路都被封堵。超烈帝可以做到呢波成績，真係好唔容易。如果我哋俾劉邦穿越過嚟，佢嗰種唔要面、唔要命嘅打法，喺三國嗰種高度警惕、互相防備嘅環境裏面，都唔一定玩得開。韓信呢種兵仙去到三國，估計未發光就已經俾老闆殺咗。最後講句公道話，劉邦係天選之子，係幾百年先出一個嘅政治怪物。佢開創咗一個模式，而劉備係一個凡人，一個喺亂世中試圖用道德同理想去對抗殘酷現實嘅凡人英雄。佢冇辦法好似劉邦咁統一天下，係因為佢冇劉邦嗰種匪氣，冇嗰種將天下當棋子嘅冷酷，更因為嗰個時代已經唔容許另一個劉邦出現。我哋敬重劉備，敬重嘅正正係佢嘅不成功。如果佢為咗成功變成劉邦嗰種人，變成一個冷血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嘅政治動物，咁佢就唔係嗰個讓人熱淚盈眶嘅超烈帝啦。